后来乡亲也讲，人生70才开始来买厝哦。这是去年伫个房市一个正特别的现象，高龄者买厝的件数明显来增加。这是金融征信中心统计的结果。去年的前3季，这个超过70岁贷款买厝的件数增加3成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啊，70岁以上来买厝，佮有啥物款的限制呢？咱做伙来了解。 人讲人生70才打开始，所有人人生70开始买厝。买房你有钱吗？对不对？那贷款的话，那要付到多少？因为小孩没有地方住吧。现在上班的人1个月2万多块，买房子买不起啊。 根据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统计，去年前3季超过70岁买厝贷款的人，一年增加要3成，比别的岁数排名第1。主要3个原因：需要换厝、新土地争夺税，各去年央行降利息。 央行在去年初的话，整体就降息了1码，那所以平均的整体的贷款利率都比较低，通常需要有2位的连带保证人，而且还提出这个连带保证人他的这个财力证明。毛中人业者观察到，以去年第3季来讲，台北市行政区房价起前3名的，分别是文山区、艋舺区和树林区，这本来拢是房市无讲热闹的所在。啊，若过去互认为较远的新北市三峡、淡水，厝价嘛开始起真济，就含桃园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冒小可起，都市以外所在厝价虽然有起，不过民众嘛是愿意离开市中心，搭港通勤用时间来换金钱。